阳纾困，后上泰山谷，有花大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古，今日要来大家共下来打嘴鼓咯。今日要来大家讨论的係乜嘅？了解當有名嘅名詞，叫做搶貧時代，就係講搶眼貧窮嘅時代吼。根據咧行政院主計總處嘅資料有顯示講吼，呢下嘅業績，嗱20年前嘅業績相比哦，唔但搶冇辦過，還做得講係不顧咧26年，唔過咧後生人嘅收入冇增加，嘅基礎咧漸來漸增加，到底樣辦到呢個社會向來生存咧？你今日邀請到50後生人老大家共下嚟討論，乜嘅係搶眼貧窮，中場歡迎今日後生人。好，首先介紹係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賣衫褲賣到冇錢嘅子怡。跟你等下就做嚟賣衫褲，你等下來撲賣一下嗬，賣衫褲來賺錢。先事業啦。好，天呢曬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好賺錢，唔過就賺冇錢嘅李家哥哥。嘅錢都係去那片去咧咯，你等下來討論都係錢去那片啦嗬。第三就來小嘅係白鉗。大家好，我係凍三萬賺錢，你凍三萬存錢愛買貨計白鉗。有動態嘅理想，看乃是下生人賺得到錢買貨冇。好，第二就來大家小嘅係惠勤。大家好，我係3萬賺錢，唔過父母差4000嘅惠勤咧。行嚟賺錢多錢啊！等下看佢賺幾多錢。最尾老大家小嘅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用板穿就中冇錢嘅小鳳。用板穿就中冇錢，親像係兩下後生人嘅心聲吼，根本要小嘅係搶眼貧窮。大家一談到咧搶眼貧窮，唔知道係乜嘅咧？小鳳先來講下。嚟知道未？吼，係兩下錢進來進拋。進來進拋，係1000元照快，馬上就冇睇咧，一下就冇錢，都冇買錢嗬。係啊，記得頭擺嗬，捱細細嘅下嗬，嘅郵票嘅買嘅地方嘅銀行嘅利潤先高呢。不過你下千槍冇按過，小鳳咯，你小嘅下頭擺嘅利潤都係有結果。問阿爸咪嗬，佢講幾項時咪嗬，佢係後生家下幾項時出來做事，啲郵票中100塊，一年嘅利息咪嗬，差唔多有。變到108塊，估數有8%啦，係，差唔多。唔過你下咧，你100塊不用銀行，嚇，不用幾年咧哦，幾年咧張要哦，變102塊。嘅天順你下變1%而已。1%即係講我俾到嘅1塊咪嚇，嘅前幾年嚟種，幾年嚟種就甜筒哦，真係嘅1塊。嗰兩下嘅木嘅咪嚇，嘅家私要到頭擺起差唔多4-5批，估數穿到7到80歲咪嚇，可能就買唔起。阿妹，我嘅可能我穿3整年哦，3整年都買起木嘅白鉗唔知道。我敢講吼，清貧世代是係愛你掠到吼，這群可憐孩子嘅時代。嘅聲音啊！係啊，因為吼，像愛你掠學的啊，爸爸媽媽出生在台灣嘅經濟吼最好嘅時代，愛你老爸爸媽媽完全都出現冇窮人嘅時代，唔過吼，愛你全部人期待做到窮人甚至吼更好。嘅星球，所以我感覺不公平啊！還有吼，我感覺台灣嘅經濟吼大環境，你下吼自己人其他人賺其他人嘅錢，因為該封閉嘅環境惡性循環。對啊，安永講啊，就安永講，就我們大家都是基本上都算是 Z 世代，按照 Generation Z 就是。英講係1985年到2000年出世了，就10年，因為經過嘛個世界嘅經濟泡沫化，就是世界的經濟泡沫化之後快速起飛到一個頂端，1990後快速下降，故時你會出現那種貧富差距動態啦，所以咪按人演員嚟嘅，不一定來講下好唔好？從周網頭先講嘅係歷史老國家，我都要見嚟到。係因為可能從台灣人安插，我頭擺賣貨嘅時間，我倆講係假錢嘅歷史咯，倆下跳過暗道，所以看後生人全冇錢，你冇講賣貨好咧，佢連講生意都佢都唔敢嘛。不是不願意生，是我不敢生。就會來講啊，就是清貧好像是聽說會發生嘅事情，因為你不可能避免，冇法度避免嘛，係唔係自己？
冇錯，其實我以前冇談過搶品師胎，我喺呢下爭談過。不過我感覺可能搶品師胎就像家下白鉗講嘅，像係呢下嘅後生人，可能你做事做到千三萬大病，唔過係喺扣貼你嘅花嘅錢，係賭唔到錢。係真嘅。像我嘅朋友更加搶品嘅，係有應用問題哦。佢賭唔到錢就算咧，佢平常喺下窮儉，食嘅東西會上到嘅，當做啲公益咧。故說你太家咧下來是番薯強，然後條擺阿公阿婆傾啊，是番薯強嘛，係咪？給你家啦，愛食番薯強冇？冇啦，唔過愛食嘅啦，好冇？嗰種嘅朋友應該真係係食番薯強嘅啦，就技術係搶品師胎，技術當上門嚟做西哦，上門做條路啊，一邊嘅開始就嚟做條路，所以堂條係穩定，唔過幾陣嘢就係大家接上講嘅。2萬2天天，22K，然後你就加總共22K，多帶了22K，你看我穿到22K，用板來試啊，試都試唔到。因為佢話乜那麼嘅活水啊，還有成發動作來花嘅錢啊，咁你根本就係捏工作啦，捏工作啦，月光族，月光族，還沒月中光，還沒有到捏帶月中光，係咪？22K 多帶用板試我自己來試。其實我怨下好啊，傳動到錢。我冇拿過22K啊，喺邊啲時下倒掉啊，運氣下好啦。23。你一開始係拿26吧？哦。古手給時節奏嘛，22K 要怎麼用啊？我不是22K，我是。假使你真係穿到22K，你要用板用。其實像我以前我感覺係我係算較唔穩定嘅搶品師胎，因為可能以前啊，你喊出嘅做學生嘅時節，我是要漂泊嘅，然後那個乜嘅水天費用，水天料，係冇唔錯，像你下邊有好處啦，因為你不卡有下特別規定，就係講你以前做學生嘅時節，你唔是不卡錢，咩唔是氣價，係全部都不用，就是不卡法還會資助你，因為你不卡給就講，你就是給我認真嘅讀書，就會冇上暗道。跟後來你畢業了後，一天會考氣價嘛，乜嘅東西就會發氣價嘅。故說嗰陣時就請急，請車嘅會請乜嘅請條路，按兩張做嚟高成發。不過一開始你出來做上班族嘅樣事，請嘅條路一開始請是冇按過，還有講乜嘅試用期啊，乜嘅就會慢慢嘅起來。故說一開始我出社會了後，咩係月光族，後來就慢慢都賭一賭錢，冇咩冇賭搶到。古時候咧，還有天天的離開嘅搶品之路。我呢係非常唔穩定嘅搶品。條擺係冇穩定嘅搶品，係理想嘅。冇啦。我非常理想係上網做些。係，其實呢下我感覺我比以前還下好，因為其實呢下我係為到理想，係咧夢想出去做事情。雖然一開始離開下穩定嘅生活嘅樣式啊，冇按穩定嘅事業，因為一開始你私有工作就係一開始按你冇按到，故所以一開始我會搶品一下誒，後來慢慢我感覺。係真係老天爺的眷顧你嘛？從以前係可能下一陣嘢真係完全冇按呢種感覺，係真係樣解釋。冇，我真係會洗土咧啊！真係會洗土，真係睇到，後來我這邊就想，我一有這個想法，我說係唔係我唔適合做私有嘅工作者？隔一天。只有我條路就入來咧。其實佢算係同幸運的一生，就是有老天爺的眷顧。可是有時候我們沒有能力又沒有運氣的時候，很勇敢噻。跟傅慶係6年級尾7年級頭的這一群人嘛，就是我應該記得咧係下辛苦下艱苦的一生因。因為卡的動案啊。係啊。係啊，從我兩張年紀嘅差唔多就是40歲上下嘛。一種咩傳動度嘅，另外一種是係傳魔仙嘅。傳魔仙嘅，很可能從傳動度嘅幾種，他就不會想要結婚啊。因為都到2年級，自家傳動度，自家3年級是溝通好。很難可以種是淨是傳魔仙，基本不會想要成家立業，因為是魔仙。係，很從開始係嗰種卡里動案，傳多少傳。英講吼，過不新，帶不久。係，是卡里動案，傳一啲啲的，他有要唔是。給呢一種係啊，呢一種情況都尷尬吼。咁個孫紅有朋友係按樣原因嗎？是要讓我朋友咪係寫歌嘅朋友，當我寫和新之美當好比賽都要登名要打燈。
不过佢还系当坚持佢自家嘅梦想，佢自家嘅目标。19號目前佢咪还係出過學新東西，會到下個啦。嘅不開社台銀堂度去遲到去撥電。撥電。目前係出過。佢3年金牌，所以佢遲到最快嘅情況可能是按樣，反正佢咪冇成年啦。可能從開始當出過。因為我係有2塊成因為他係下高嘅，係啊。古時候跟他講到朋友嘅，他是一個漂泊之身嘛，強顏貧窮，都接送個溜溜飄飄，嘅白腔係咩有朋友，係咪係按樣樣溜溜飄飄係冇？有啊，我有一個朋友吼，佢畢業也2年lang咧，不過吼到了後佢咪簽到乜個正式嘅工作，佢是。各地打工啊，各地打工啊，因為一張年是就2萬塊，2萬塊係台幣啊，係美金？台幣就2萬塊，係啊，因為打工啊，1個小時140，聽啊。不過吼，佢會英文，佢咪會韓文，他語言能力都好。不過吼，逐年吼轉到副校打工很累哦，他不停嘅投履歷，不過吼，一直係佢。家己嘅投入，冇選擇機，不過佢唔家己嘅投入吼，而且接到佢嘅天花，所以我咁講，你一個台灣境吼是係，你放棄嘅投入吼，嘅機會變更來更大咧。係啦，而且都談到咧動感褲嘅故事吼，師傅有他歡喜嘅故事冇？冇咧，係較細，係較艱苦。用蠻講，係啊，嗰陣時咩喺？你學校嘅學員應該都會學姐啦。佢嗰陣時先講佢細細家嘅故事，佢細細家嘅福卡同好過，佢把喺上市公司嘅抬頭家，啊後來周轉不靈倒閉嘅，好就走路。古時候佢從細就帶個強苗，佢親戚嘅片。唔過咧，因為佢喺冇錢，古時候野外吃些冇啲變身，啊從細就本親戚，公司才就苦托。啊，從細就要考起家嘛，哈！國中、高中已經懂難來，我就出隻講佢大學家下我懂批服嘅，因為國中、高中你係大學教，等到大學家後一個漂泊嘅，佢乜嘅錢就冇啊。古時候佢漂泊嘅先係先上假期嘅，古時候嗰陣時係先不用暑假嘛，嗰暑假2張嘢佢提供，2張嘢佢冇結結老錢存起來，你就冇法度做得註冊。冇法度叫下陣嘢咧，學費係要60錢。古時候佢當然因為5點半放床，啲我們學校在木柵嘛，啲木柵坐公車到總課，嚇7點要到總課哦。古時候佢差唔多5點半就要放床，做個塑膠壓花，印車做到下晝頭3點半，張婷婷嘅物流公司啊，應該貨做好要出來，物流公司順勢攞佢變到木柵。好，佢當轉移去當歐洲，佢家神細細，4點半以前我到那個餐廳打工，因為打工，因為到半夜11點，很辛苦。係，等於講佢就當日做，今日做咪好2份工作咪，唔係冇賺到錢哦，佢佢用唔敢試，因為你講。從來吃到愛係考一家，不過公司菜我後面還有一個家，佢就以上癮，聽聽嘛。佢就以上癮，佢等於講佢乜嘢就冇，古時候佢有錢唔敢試，一年咪好食系列茶葉蛋聽聽。咁你談起來，其實你就知道後上癮都兩個社會行哦，真係動辛苦。不過到底乜個原因嚟造成嚟強顏貧窮？按你聊下先聊下，等下繼續來講，到底乜個原因嚟造成強顏貧窮了？我跟你說，你才剛入社會，不要要求這麼多。剛入來就想要30K，你想太多了吧？我是給你機會。凊彩溜，你還錢出冇咧？係啊，像我大擺去抽查啊，像抽煙抽到台北來做條嗰啲時間，見溜啊，根本嘅錢出冇咧啦。心情唔好嘅時間一定要溜。係啊。網絡購物。係啊。係有呢。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哈，剛剛你就講到哈，強品師太造成強品嘅原因有乜解哈？你兩下又列嘅5點哈，大家聽下來看。第一解係簽頭路冇按簡單，冇按改哈，白聽來分享一下好冇？我咁講吼，你一個政府吼，全老我
工作嘅年限年限吼延长到65岁长度在退休，所以吼该装配该调音啊，装配该调音，咩该调音哦，来这个口袋很全难。讲东该会啊，所以首先我啲后生音吼，请是透露该机会吼，变经来经带，经来经带安样，还是吼该薪水每22K。根本冇辦法應付嘅倆台灣境，所以我感覺吼，爸爸媽媽嘅年代吼，日早年愛存3萬塊當簡單，不過我哋倆下嘅年代吼，愛存3萬塊當困難。係真嘅，我尋到有3萬塊嘅折扣，誒貴哦，係咪貴啲？我咪講一下，我認為是係冇投入，然後冇經驗，是其實一隻壞嘅循環。就是惡性循環。係，你看後生人咪簽冇投入啦，是投入唔來簽機啦。係冇是係簽到嘅投入是自己唔好嘅，還有加上太人佢會對講誒，我們在做誰啊？所以是會有壓力，所以我知道就是一個壞的循環，因咪係造成清貧嘅年紀。再來聽一個係沙飛無油山，你可以自己知道咯。我感覺係真嘅，為咗喺沙飛對後生人真嘅冇按油山，不過要對後生人要求青島。係。比如我現在來演一下。好。嘿，冠老闆就會說：我跟你說，你才剛入社會，不要要求這麼多。剛入來就想要30K，你想太多了吧？我是給你機會。剛剛我記得做一演嘅古裝戲，很強度咧。係啊，其實真嘅，因為創立喺沙飛嘅，感覺對後生唔友善，可能係看你嘅年齡，唔係有啲可能因為你後生嗰時你嘅經驗一天冇按到，不過呢，佢咩看你講，誒你係咪要專業？有講誒，因為你按後生嗰時我就幫你按到錢，唔係看你嘅哦，你要按專業就幫你按到錢。係，就會講。吼，你行路吼，做勞工嘅行路吼，個能力有幾多？你頭家就要很付出嘛，就要肯付出啊，不要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，那有可能，係唔係？師傅，有可能冇？冇可能啊！來分享嘅你嘅好冇？嘅講一隻商業秘密啦，嚟一件就一隻做意式料理嘅嘅頭家，傾嘢啊！咩捱，佢一張嘢咪嚇，佢營收係90萬到100萬，高級嘅下要行較多，佢成本差唔多100萬來講，成本20萬，店租9萬，人事成本差唔多35萬邊誒，你看到？佢師傅全部用前腔誒，等於講頭家做乜嘅點啊？就做監工嘅就好誒，係佢就等於來，好辛苦，對，等於講佢按係咩好？佢一年哦做頭家是年薪就300-400萬，做員工的呢，張一來做一張嘢3萬不到，做10年哦加薪加多少？8000。係啊10年賺8000，反正唔玩你就借啊，因為像那種餐廳打工的，薪水就差唔多按樣。係啊，就等於講，佢唔會老是解員工咪嗬，上工我攞佢天數啊，每件事上啊，佢冇佢好高就好誒，佢一年賺300-400萬，解員工打死一年加年終拍冇40萬。真嘅啦，你話出去講嗬，做得窮艱苦，做唔得窮享樂。係啊，看一下第3個物價驚喜，唔過業績從來都無喜，大家都有真嘅很有同感。因為我知道亞下最睇人吼，就會薪水無喜啦，係薪水行喺掉動大，尤其啊亞下嘅人吼，對自己嘅東西滿足越來越高，行個薪水無喜間，你就會知道誒，因為買嘅都貴啊，買嘅都貴，從頭擺來講，好嘅頭擺嘅可能偏動啊，40、50、60聽聽嘛，如果亞下可能90K、100K 都有，行個亞下涼水，頭擺可能30K、20K 都有咧，亞下60K 真會有好。真嘅，你實際出行吼，平常時會用嘅多、食嘅多、買嘅多東西，誒你最菜啦，假使吼嘅物價無起，就算係老頭吧，佢講係40K，嘅東西就繳稅啊。真嘅，因為一下薪水無起，等於係一大嘅問題啦。像有人講啊，可能講誒，你做得唔是來給台北來做條路啊？我做唔得啊，因為台北嘅條路出動到嘛。真嘅。卡到，嗰時我有薪水高嘅素材。
代，唔过佢物价又非常高，因为现在吼，也就系清贫时代的问题。对啊，你都讲哦，台北係台灣嘅欲望城市，你多兩個地方，你嘅欲望就會俾你打開來，係咪？將來啊買個手機嘅智慧型手機嘛，很高級，係咪？又買個數板智慧手環，你買了好，你又開始買耳機。進來你就沒有無底洞哎，這是一個無底洞，很可怕。故作了係個消費習慣嘅改變，係唔係？外地了下有個 shopping 女王去講法，唔係我講公道話對冇？因為了下你嘅時代就會話佢你嘅3C 嘅產品嘛。嗰陣因為你平常時做設計時咩用到數據係天然係基本嘅嘛，係冇？剛剛你冇數據，剛剛你冇。唔講呢，那第一東西就問題就係講記得會顧大嘅數量嘅問題，係有啲時會發生啲意外，唔過又冇意外險，係冇。嗰時候呢，你嘅東西全部都快搶搶嘅時間，你用幹啥？就嗌前一步就會嗌嘅一開始嗌嘅天然嘅硬碟，唔知很用版呢，嗌大天大家就。吃架關係起來，說很用版起來吼，原來係我嘅硬碟壞掉了，壞掉了後呢吼，我就去修理去換過了後，冇見你，我嘅數據又吃架關係起來，嗰時候我又換數據嘅，嗰時候我一下就會把天龍嘅錢，一下會把數據嘅錢關係沒，全部都會錢。真勁凍水呢，應該一拜拜這樣抽，係啦，你沒有紅白啦吼，應該拜拜這樣給嘅。因為人家沒有真嘅聽偏的啦，剛他講嘅消費習慣改變，從亞下會買東西啊，就沒有路啊，凊彩溜，一下錢就冇咧。係啊，從我大擺去抽查啊，從頭煙抽到台北來做條嗰啲時間，見溜啊，根本嘅錢就冇咧啦。心情唔好嘅時間一定要溜。係啊，網絡購物。係啊，網絡購物嘅時間最不安嘅，故所你會分清楚嘛？個係豉油。嘛嘅係上海，我分下清楚。細肉嘅，細肉啊，應該自家上海係應該別是肉嘅，係冇強肉哦，大家要分清楚。最尾一個工作嘅時間當中，唔過壓極當大。哦，外地就係嗰種嘅窮忙族，我有啲朋友真嘅窮忙族，就係瞎忙嘅。係啊，佢就做服務業嘅，我服務業接送啊時間啊要超過，就算咧，佢薪資又唔會本佢加薪資。我上來就吃到有啲會沙飛就會變做啲欺負後生嘅欺負打工族，係啊，高工時低薪資，一個應用嚟食飯咯。韓國有啲調教，因為主管佢會動，你幫我一下嘛。真嘅，就用面前嚟做事情，就按用嚟窮忙族。面前壓力真嘅當快嘅，真嘅當快小，真嘅有冇按那個？你講啊，你就幫我一下嘛，一次就好。真嘅。然後太下講有聽100，就有聽100，就有聽300，其實天數就係真嘅天數窮忙族啦。就是有一種那個無止境嘅感覺哈。唔過啦，超時工作哈，大家都懂有經驗啦，尤其係你自由工作者，冇公司嘅問題，因為當然都在走條路。這網都係分享一下嘛。哦，要再分享一下商業秘密。因為而家當到條路沒有，係冇發展空間咧，佢冇嘅升遷管道誒，你就會按嚟做，你做到死命咧。然後也因為佢5點半下班咯，當到就按嚟5點半下班，而家政府規定到嘛，5點半到6點半係冇加班費嘅。佢為了保障員工，怕你過勞，你一定要去歇困，要去食飯，進來以後當然要加班費。不過你喺台北很用嘅點冇？冇人講下班啊，而家全部責任制啊。佢變到講。做到7點有冇？5點半下班，你編到7點哦，按你張半個小時的加班費。他比如講政府規定啊，5點半到6點半冇加班費啊，我去休息啊，我冇病，你做得去，不過冇人做。係啊，冇人敢去啊，冇人敢去啊。係啊，真嘅啦，然後就一種妥協嘅結果，妥協嘅結果。然後公司妥協嘅結果就會代表乜嘅？你要犧牲你自家嘅權益。自己咩來分享一下好冇？其實我感覺有啲是你後生人窮忙係冇辦法嘅事情，因為像我就講到個經驗嘅問題嘛。所以你後生人要到嘅機會係唔係看價嘅錢有結果？係唔會我感覺呢下隻機會要發展嘅機會，我將我接受了隻做事嘅機會嘛。唔過像有啲人
真正会欺负后生人，可能呢，你经验还唔对，还无按拉，故所以你开始接了在欺负了，你无讨论按优按清楚，故所呢，有啲事情係你唔對嘅，人家就想，你唔對，那嘟好，係就冇老你講，我做按到嘅事情啊，到後來你接下來了後呢，冇辦法嚟基本你按到嘅事情，你要一定愛做，故所就會感覺講，有啲本人欺負啦，不過你阿真係冇辦法，就係因為你嘅經驗還唔拉，故所前面就冇老人家討論到按到嘅東西。故所你知道有時嘅窮忙族也咩係一種就是經驗唔拉抽身嘅，係冇唔錯，才會讓自己變成窮忙族，唔頂用扮奸夫。本人拗啦，本人皮豆，大家都講到按到吼，窮忙族做乜嘅強顏貧窮，會抽身掠到嘅顏面，前條路冇按改啊，社會不友善啊，物價緊起啊，社會習慣啊，高公司。唔過咧，你喺時代當中唔會講吼，後生人就係錯賣錯啦，卡唔得掠嘅數人啦，到底後生人要本大家有乜嘅刻板嘅印象？你等下再來繼續來討論了。爸爸媽媽嘅年代吼，該會用 Word、撈 Excel 係會加分。如果你不會就啊，你怎麼會？你講咩吼？從一張嘢吼開2、3千、5、6千去買衫褲咩吼？一張嘢開2千，一年就2萬4呢。我還有染頭拿毛啦，吼去食大餐啦，看天樣啦，你要錢上億了咩吼？一年差唔多有10萬呢。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剛啱你有講到嗬，兩下嘅社會對後生人當多嘅偏見，當多嘅刻板印象，兩下就先來看一下有乜嘅刻板嘅印象嗬。首先來看到係學歷清高，唔過乜嘅寫字唔愛做，小鳳係按你嘅人嘛？都把你講嚟啦。因為我哋係太殺死啊。哦，跟真件通咪吼，也就係盲目啦。從阿爸佢頭擺16、17歲就開始做事。吼，兩下人咪吼太好畢業，又個讀碩士啊，碩士畢業以後就26、27，係嘛？結果唔看阿爸16、17歲開始做啦，一相差有10年咧，一10年咪行出社會來走條路，唔做就問題呢。係啊，唔過也係有等嘢起步跳慢咧，然後條班有啥，嗰係有就衝嚟。讀書唔係去味道嘛該讀嘅，盲目的讀啦，讀出來有乜嘅好，咩個無效，係個有乜嘅用處，我先想嗬，要記吧，而從北強乜呢？係有目的的讀書真有效，唔係嘛？係啊，北強會覺得心裡動跳，我尾巴翹起來了。剛剛啲梅翹嗬，唔過你下當到唔會講嗬，唔該佢扛棒跌下來，就往時嘅博士生，博士生嘅扛棒跌下來就凊彩就跌死嘅博士生嗬，就咪咁樣。唔過有人會講嗬，假使冇按呢學歷，硬用白老人輸人。給學那個社會上大家都會碩士呢，學士叫做什麼基本條件呢？碩士都不一定加分，係唔係安呢？像我有當到朋友就講下，小鳳有講嘅啊，有到當然吼，未來啊唔對愛做嘛嘅，故所佢就講，好先讀書好咧，佢碩士吼，哇，讀了以後呢，學歷較高嘛，佢薪水就會起價，唔過讀出來以後又唔對嘛嘅用處，故所我就知道，何必咧唔對嘛，就有時間會知道吼，佢碩士咧學歷可能會本加薪，本有啲成就感，唔過咧，碩士咩bằng後，你經驗呀職場嘅時間呀10年啊，呀3-4年就可能本佔唔到位嘅，唔會本佔提起咧，係唔係？還有再來係天一嘅，就係 anyway 有人講吼，後生人當年都教書記嘅，教命路啊，教天路啊，見到咧科技嘅世界地步進展，係唔係安尼咯？白強。我有一個想法吼，是係該爸爸媽媽嘅年代吼，該會用 Word、撈 Excel 係會加分，係加分咯，加分咯。哇，你怎麼會？不過你一下你吼，該 Word、撈 Excel 全變成該基本嘅能力咧。如果你不會就啊，你怎麼會？係啊，韓劇有韓國吼。因為我哋圈出現到網絡發達嘅年代，所以我哋自然除了 Word 啦、Excel 之外，吼，還會用手機啊、電腦啊，所以我感覺啦，我哋唔係一定真正當好搞手機，係因為電腦啊、手機啊，已經變成我哋
必备嘅工具咧。係啊，就成把必須要嘅講起來，就不得不支出。故說兩下馬上伊冇嘅智慧型手機，真嘅啦，沒有智慧型手機，現在叫做珍寶哎，真嘅自己去找，真的找不到了。好，再來 T3機哈，哎你看到，當然會講後生人嘛該搶主衝成法，主衝頭路，係唔係安呢？係啊，我知道一下後生人就當然為到成法來去做頭路，因為有當一下嘅社會啊，可能做頭路唔係人成法當中想愛做嘅。我說有當到後生人啊，為到愛自家嘅成法，無論人家頭路嘅薪水也大也係高，就現在自家愛成法大於工作嘛，吼。就像我哋一種就頭擺藝術出來嘅人啊，比較多藝術工作者，韓國台灣呀藝術嘅東西又較少的地位，小眾化啦。故說我知道一種人尤其係自由工作者啦，真係係成法大於工作，係較高調。故說你咩安呢？現在興起。係我知道按樣其實對自家嘅人生還有成法，較有目標地位啦。我有啲人像頭擺看新聞時啲，我講到看到有啲斯坦人會講啊，後生人哦，千杯4000呢，明明就穿冇錢，還出去撩啊，還出太船啊，還出國呢，都係呀，接出去撩，接出國，接嘅出太船，真嘅係當4000冇咁係。我知道我沒按用，我頭前有講個學妹嘅故事嘛，哈，佢從細就靠自家嘅人咧，從佢很用嘅分配，因為佢當年就會去出國，去歐洲哦，然後去英國、去美國，安尼了19年哦，人家想講哇，人男朋友拍檔有錢哦，其實咩冇，人男朋友咩係靠自家嘅生人，啊，佢很用嘅分配咧，佢講咩嗬，從一陣嘢。哈，開2、3千、5、6千去買衫褲咩？哈，一張嘢開2千，一年就2萬4呢。我還有染頭拿毛啦，哈，去食大餐啦，看天陽啦，你要錢上去了沒？哈，一年差不多有10萬呢。真嘅呢？係啊，唔講，歐洲來回機票都有呢。對啊，就講佢係曉得規劃自家嘅生活啦。嘿，真嘅，還有人講哈，嘅後生人哈。只會追求小確幸，要到細細嘅客廳嘅幸福，係後生人將主衝略嘅係唔係咧？我感覺啊，其實你會隨着你嘅年歲應來應太了後，你會對於滿足呢一件事情嘅要求應來應高。因為像你細細嘅可能食嘅巧克力，就會講哦很幸福，我哋下可能愛知道18K，就會講哦很幸福係嘛？唔過呢，我感覺其實也要看大三年，因為大三年對貧窮呢隻感受度咩冇嘛強調。有啲人感覺按用一啲嘅東西，我就感覺輕滿足咧，有啲人要求生活嘅品質可能上會較高，無所謂係因為滿不滿足呢一件事情來造成你嘅清貧嘅問題。係啦，就係因為你冇可能買到 Vogue 啊，係唔係？買 Vogue 嘅標準在這裡，所以比馬該2000八。像按嚟聽聽，佢一比張就200K，我可能穿一點鐘就穿得到，佢可能要穿3-4年，差4年當穿得到。估數我就很容易滿足於這個小小的小確幸，因為達得到嘛，省秋感嘛。就有啲新關注就會講哦，滿足後做得。OK， 所以每日嚟講到係有人講哦，後生人哦，自我意識清高咧，咁樣按呢會見。我覺得本身兩隻系統的後生人就是會自我意識比較高啦。對啦。不過我覺得係兩種自我意識比較高嘅後生人，佢自駕駛有非常強嘅能力去說服其他人同意，尤其係佢做事，到佢嘅公司地圖啊，佢可能是說服佢嘅主管。我我覺得係應該多少係會影響到佢嘅頭路。係。再後來，你來看咧係大家平常時嘅用版類4000，先來看李家，哦大公開哦，李家來小記下好冇？用版平常時用版類4000。其實每次我係當上嘅人啊，權強大表嘛吼，像這個東西。好咧，這個稱讚話。權強大表吼，像。
这个东西这样3500天天，还真年东上呢。系啊，东上。师傅卡哈。师傅下我韩国有上市就係我去嘅條路嘅路場啊、動演，嗰種有人講就是食偏離重點嘅東西。真年都冇偏狂嘅。有啲冇偏狂，不過就偏離蠻啲嘛，就對查當時按樣，嗰時候就東上。韓國行就係3000塊，交通費啊，交通部分，因為我去桃園到對總啦，徒步查到台北。冇錯，交通費較高啲嘅。韓國5到嘅方面就係2000塊啦，然後天花費就889，是條很好的數字。然後校慶費就係17000塊，哎，真係看日真年動過呢，但是22K 年根本付唔出來呢。係啦，唔過我知道應該上係可以，咩做得上一下有啲壓力啦，因為其實本廿外嘅錢賺5000塊天天，萬一就係一下捱到要買屋嘅，買屋嚟強下來去負擔嘅一部分。嗰種算係一種分期付款嘅概念。係，一下就會開始來賭一錢啦。我說爸爸媽媽天數賭啦，係天數來賭啦。嗰種爸爸媽媽讓你哋付頭期款。冇唔錯，唔過係會是係呢計啦。係，前面就係捱到付一條錢，就唔驚唔是以前我不會帶，係啦，真係當K Y，唔過也係壓力就有一些些嚟睇啊，嗰時候就懂上網啲存錢。欠一個兒子我幫忙分擔，買個欠一個兒子購買東西。好了，下來，欠一個兒子問呢？8強，哇！8強來小記下好冇？哦，我先講吼，孝親費，到李家強龍，我每日孝親費，唔講，我個孝親費係石沉大海型。啊，石沉大海型。那個丟下去，會聽到咚。我媽媽講吼，哦，我講吼，哦，是不是未來未來吼，因為我結婚嘅時節哦，因為本哦，然後你挑白吼，存了很多錢，幫你買一個什麼東西。然後我媽媽講吼，你講小法哦，我係該款給媽媽哦，不是那一種哦。然後我想啊，天哪，還是得給安陽英。係啊，呢個住嘅部分哦，係凍貴呢吼，係唔係凍貴啦，因為我自家大不用挑，因為我係持續工作，我做主持啊，上去外地南部啊、中部啊，所以我凍死了火車啊、捷運、高鐵、客運安陽英啊，所以我選擇不用挑喺火車站附近，便宜嘅地方，係啊，所以以那邊來講，還算好便宜啦。世界凍死嘅部分哦。係因為我自家大，我全副係自家煮嘅東西，我全係全聯啊，看吼，今年會到期嘅那個即期品6折啊、5折咁樣，我會賣凍到嘅即期品，賣轉衣服下冰到冰庫。你走在冰幾張年以上，是走在你要吃的時間，你是拿出來煮咁樣，所以凍傷啦。像新嘅部分係因為我做主持愛做技行車愛去奧多拜啊，所以還好。嚇？不一樣，那個係不一樣。飛機在夢想之中，所以我感覺吼，你一個開銷之下吼，我逐年還走在存錢，還算是蠻節省權儉啊，較權儉啊吼。等下轉來繼續來看，至於佢平常時花的乜計錢，你一下先聊一下咯。置裝費其實唔係單槍係散戶，5000到8000，有啲人講講，不買個按到現場買講。對啊，做乜嘅？打張嘢就會賣上。但係買講法，我很誠實，有的人連衣服置裝費都沒列出來，氣這個人叫做立嘎。你猜應該是扛着也中槍好嗎？奇怪呢吼。從我一直都當上下購物，可是下購物是我要死啊，就冇錢啊。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睇上港嘅節目現場嚇，加最尾講到愛搶 shopping queen，掌聲歡迎 shopping queen。
曾志怡，来分享一下你嘅技术好冇？好，其實我台灣四個錢差唔多花4500嘛，嘅置裝費其實唔係單槍係散戶5000到8000，有啲人講我唔買個按到現場來講。對啊，做乜嘅？打張臉就會賣上服。但係來講法，我很誠實，有的人連衣服置裝費都沒列出來。那個人叫做立嘎。這應該是躺着也中槍好嗎？奇怪呢吼。我講一下吼，其實唔係單槍散戶嘅錢，有啲時還有加上你嘅鞋啊，還有嘅頭髮毛啊，只要全部是跟造型有關係嘅，都算置裝費。我再講起你嘅型就係1999，比你還吉祥吼，還有長長久久，比你還吉祥，那麼話媽媽好變哦。給寵物點點嘅錢就係1800，還有你嘅日常費用500到1000嘛，係啊，很早定，因為本來去搞一張嘢嘅扣打就會15000到2萬，嘿，嗰種我沒有超支，很好。沙下來看上前 cream。哦。哇！應該呢係貴豐銀哦。哦，貴豐銀時沙。係，頭先見到係13銀條。13銀，一張嘢花3萬lang，都便宜呢。呢是特張嘢啊現金支出嘅部分。好，是的，花在最多啊，因為造型早餐到晚餐啊，你一天都不卡些好多。很可能愛上服哦，到至於特正8000上限超過一點點。那我們那個是3個女生，因為你做自由工作者，你愛做發通嘅事情啊，你看後上台上講嘅節目按充實嘅嘛，大概就賣13波，加 Q 一台簡單。好啦，行食衣住行嘛哈，行是係出台從頭先北京講有高鐵啊，改到大眾運輸改簽啊，還有油錢，時差嗰個油錢，還有 ETC，佢啱嘅填法會好高一啲啲，係因為佢係兩張填法改簽，兩季填法係，和水電是兩張100嘛，兩張100其實以上。兩張100，嗰時候一張1張800啦。我有張小秘密就係老大家講，我呢部卡嘅填表係分開嘅。哦，矮迪，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比如講像矮屋卡咩係樓嘅屋，就是樓房，你做得1樓、2樓、3樓、4樓，總下分開來，總4個填表。哦，是為不應加成。對，其實為度數就那個幾度電就可以控制，對，其實唔會超高。真嘅，那個 CC 控 Q 搞本天師級片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可以省下。公鐵台上，所以我呢部卡13英，其實我知道。一啲啲辛苦啦，13英漢做的控制到4萬 K 地步，掌聲鼓勵。果然為母則強啊！你們睇這個，我們再來看看為父是不是也會則強？哎呦，怎麼這麼低？我嗰時因為個身咪哈，我先講，個身冇包嘛，個冇包做蔗當豬，好，就像按不條木卡煮嘅，佢就買肉甜甜。因為菜咪吼，我爸有種菜，但是迄陣去拿較多，佢就搶買豬肉啦、排骨啦、嗰魚嘅，佢錢一張嘢。就買肉稀嘅錢啊！嘿，嗰個錢咪吼，係茶嘅，唔過一茶不包含油錢個 ETC。哦。佢就算講我一年咪吼，茶嘅保養嘅錢。個燃料費、牌照稅，係按你平均一張嘢差唔多5500哦。加落去差唔多會7000啊！嗬。好，係也忙算油錢哦。係個水費、天費啊，都咪嗬。誒，用按便宜誒，加下最近2張嘢加起來1638。係啊。你跟接雨水。跟我前面咪吼，排泄喺我自家把冇講清楚，開幾節目沒有當中，跟係一張嘢，跟水費一張嘢係差唔多400元，等於講2張嘢叫100，賬單是800塊，800Q，差唔多啦，咩差唔多就按你啦，差唔多。嗱，天花費最上哦，700Q 一啲。誒，唔講用按帶，係唔係冇包含嘅洗蚵仔嘅錢？冇包含啦，洗蚵仔錢比蝦一種，大概就一種，半年嘅錢咧，係2種啊，2種來看蝦一種啊哦，誒，1年清4000哈。其實我時候就是衝啊爸爸媽媽老來講嘅咪哈，看你1年嚟按用白學就做得，按我係按用學啊，係啊，唔過我知道某一天時嘅話就是小孩的定存啊，我一張嘢攞去存5000塊。
保险，一张月存5000块。啊，你有缺小孩吗？哎，不缺，半年都很爽哎。安尼就拉倒，讲还有给注册费用嘛，迄大好去啦，大好去啦，平均安尼就半年嘛，一张月3000啦。系啊，古时候无按定银行，本人学到没有？他唔敢讲生意呢。系啦，真劲哈，给我们现场的奶爸奶妈掌声鼓励。真劲哈，后生人尤其係後生嘅爸爸媽媽，你下學生人哈，然後老生嘅吐到太好，糖講哈，你喺平均計算哈，對生人吐到太好，要1000萬。哦，也係全部係公立嘅哦。好，接下來問大家哈，你到嘅地方啊，市都按多錢，係唔係有什麼妥協的地方？老顯示，比如講頭擺啊，上嚟做嘛嘅，唔過為了顯示要妥協，有冇會見？從愛其實都當上寫購物，專心寫購物。可是寫購物是我要死啊，就冇錢啊，所以應該平常時間睇下內都好搞，是搞到口，不過搞口美夢好賺。係啊，應該當做課語老師讓我有空有該感覺，係，所以兩下子變心理想，然後肚子愛兼顧啊。係啦，先見啊，但係顯示老夢想都係綁太少嘅感覺，喺自己面有感覺哈。有啊，其實像今年破片嘅時就破片嘅前批就人嚟講，你真經上嘅破好年嘅片，上嘅做一個好清好嘅年，一定會轉出去給大家戲劇圈底部度，印了一些試鏡啊，還是鬆口啊，其實我講，你會出給大家圈子裡面熬出頭，就會轉型是倆好講嘅。如果呢，嗰陣時點樣講，跟有經濟上面嘅問題嘛，嗱就講係啊，就像剛才前面講嘅斜槓青年嘛，因為你真嘅冇辦法單槍做年，因為一定會做青島，這樣做得維持講你想要追求人嘅夢想，又做得有穩定嘅想法。我說真係青難啦，像係清久以前，真傾向愛出國去讀書，不過你下就算了。係啊，出國讀書係當人嘅希望，係唔係點㗎？真嘅，像我一下就算係斜槓青年啦，又做行商，又做主持，又做買都做人哋嘛，因為就想要去出國來讀書，因為出國讀書真係非常嘅貴，韓國人也愛啊，又知道你出國讀書，聽說賺來嘅時間，愛對呀工作有天數。有幫助，然之後去拖，唔過我想愛去聽，因為真係打開眼界啊，去聽下想法聽，一路金錢啊、工作啊、動現實啦，韓國人過去1年6年，你會放棄你壓下啲條路，其實係當難嘅啦。係啦，出國讀書係動態動到人嘅夢想，唔過可能會妥協，變成啊我去打工度假就 OK 了吼。給北京有愛夢想咯。我老記得強榮啊，我未當上我出國讀書啊，所以我當3萬哦讀書，然後我爸爸媽媽講吼，哦你做得出國讀書哦，不過吼，我到大學嘅時間，我問我媽媽哦，我研究所做得出國嗎？我媽媽想講吼，你想太多，想太多，我還冇錢，你假是愛出國吼，你是愛靠你自家，你愛本你自家去，所以到了下我已經出社會，我自家賺錢咧，你講吼工作卻停不下來了，所以冇辦法出國咧。好啦，給最尾咧，請飛機來講一下，你知道你下嘅後生人會面對乜嘅難題困難嘅？哦，是係講冇條路冇經驗係一定嘅啦，還有到時係你可能出去簽條路啊，你都計條價，你可能會好效應啊，效到後生人講啊，係啊，還冇時係要到條價，像頭先周峰講啊，佢用責任制，然後你投係，還愛知道可能政府呢方面咪愛多少愛停少些。本來你嘅法令好完整，都遇到配套措施，就得讓後生人退休啊。係啦，其實講吼，時代在進步，社會改變之下吼，你個青年貧窮用辦去改善，用辦去改變，唔但像係政府嘅責任，而係做人做頭家沒有按呢個責任，用辦去改善係而你下同時要去散忙嘅。下禮拜休息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谷。有花太感動，上來聊聊，拜拜。